6月20日，今日也就是世界难民日，人权团体是搁再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应该严格遵照国际人权公约的审查建议，赶紧把难民法定好出来。相关专案的审查嘛要紧密来完成。人民的1/3，大概有1860万的人是必须要人道救护的。缅甸伫2021年发生政变高打，造成真侪人民死伤，也阁有未少人被迫离开家乡。不过，这寡走来台湾的缅甸人民想要寻求庇护，却因为专案审查拖延，加上台湾无难民法的因素，长期过得真不安。今天我逃跑，我家里我爸爸会被杀掉，但是他们想要是临时拘留，到现在一个都还没有办到，还没拿到。现在说要去别的国家，他们的护照已经过期了。根据联合国资料，到2024年4月底，全球有1.1亿人被迫无依无靠，尤其是等。等于是每69个人都有一个人面对这款的处境。虽然去年政府决议提供在台寻求庇护人一份相当居留证的许可、外交登记证，不过在审查、点验甲有效期等方面保护力拢真有限。持外交部核发的停留签证入境的寻求庇护者，无从在等待审查期间展延原本的签证，或者是申办新的停留或居留许可。专案审查所取得的外侨登记证效期只有1年，即便效期有展延的可能，仍有碍当事人安顿身心，也不利于求学与求职。我也能够理解，就是说，政府在这个议题上面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压力，但我们希望看到的是政府他们展现一个责任。一个负责任国家的这个意愿。民进党甲民众党立委共同出席人权团体记者会，答应未来会提出庇护难民专法的相关草案，包括明确的庇护申请定数、基本权利甲资源等措施，建立好的制度，才会当兼顾国安甲难民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